深水埗發生一宗鳳姐劫案。6月12日凌晨約3點左右，警方接獲報案，指福榮街一個單位有女子遭人襲擊同搶劫。警員到場後發現一名女子受傷，但保持清醒，隨即送往明愛醫院治理。初步調查顯示，57歲女事主報稱有5男1女闖入單位，聲稱係三合會 14K 同荃灣和盛和成員，要求佢交保護費。事主拒絕之後，其中2男分別用拳頭同錘仔襲擊佢，仲強迫佢簽下5萬元借據。期間疑犯搶走事主一部值1萬元嘅 iPhone 同400蚊現金，之後逃去。案件列作自稱三合會社團成員同搶劫，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7隊跟進。警方正全力調查事件。市民梁浩一去年11月申請自訂車牌 YUTG0R， 最初被運輸署拒絕。署方認為呢個牌照可能影射某政府部門首長嘅俗稱，仲推論展示呢個牌照嘅車輛會被合理地視為屬於政府部門。梁浩一其後質疑決定不合理，並喺今年2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。案件原定6月9號開庭，但聆訊最終取消。運輸署喺梁浩一提出司法覆核之後，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，再次考慮，最終決定行使酌情權，批出 YUTG0R 自訂車牌。署方表示會安排公開拍賣，並通知梁浩一有關詳情。梁浩一指出，運輸署過往曾批出一哥車牌，但拒絕 YUTG0R， 質疑標準並唔一致。案件中，法律援助署最初拒絕佢嘅法援申請，但聆案官黎達祥早前裁定上訴得直，向佢批出法援。運輸署其後喺3月30號同4月14號發信，表示經諮詢律政司意見後，署長決定根據《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》行使酌情權，批准申請。孔教學院大成河郭佩珍中學校長周啟迪近日捲入爭議。佢被指喺畢業典禮等正式場合用粗鄙字眼形容學生，例如以做雞等字眼公開辱罵，仲涉嫌帶高中女學生去酒吧，並且恐嚇教職員。據了解，辦學團體孔教學院已經喺6月10號收到投訴信，並即時啟動教育局指引下嘅內部機制處理。院方強調會秉持公平公正原則跟進，現階段唔會就投訴內容作出評論。院方亦提醒，調查未完成之前，任何人都唔應該作出未經證實嘅假設或揣測，以免影響調查工作。教育局方面表示，已知悉事件，並確認辦學團體正按既定程序展開調查。局方會保持緊密聯絡，提供意見同支援。教育局同時重申，一向對校長同教師嘅專業操守有嚴格要求，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已清楚列明教育工作者應有嘅行為準則。局方呼籲各界避免作出揣測或未經證實嘅評論，維持校園安寧，讓學校能專注保障學生正常學習氛圍，確保學生福祉。事件目前仍在調查中，社會各界都密切關注後續發展。醫管局喺6月12日宣布，即時解僱一名喺明愛醫院實習嘅女醫生 Angel。呢名實習醫生近日被揭發涉及3宗嚴重不當行為，包括擅自用醫院嘅 X 光機為自己檢查，要求喺屯門醫院工作嘅男朋友代佢為病人做直腸鏡檢查，以及用其他醫生嘅賬號登入臨床系統瀏覽病人資料。醫管局已經報警，並暫停涉事實習醫生同一名屯門醫院住院醫生嘅臨床工作。警方調查發現，呢名24歲女實習醫生喺5月13日至14日擅自使用他人賬戶登入醫管局電腦系統，瀏覽屯門醫院病人資料。警方喺6月11日傍晚7點，正式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佢，並將佢扣留喺長沙灣警署作進一步調查。醫管局強調，對任何不當行為絕不容忍，已成立調查委員會嚴肅跟進，並確認事件屬實，最終決定即時解僱涉事實習醫生。